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福喜来嘅，我係吳依容。今日我最歡喜吼，因為有請到嘅來賓呢係我嘅腔中人，係同鄉哦。土豆人哋錄下確實天來吼，伊係一個會唱歌嘅，會主持，多才多藝，韓國個熱心參加公益活動嘅，大家可能也會熟嘅人，歡迎彭雅儀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自連絡嘅彭雅儀。當歡喜呢來到福喜來。今日呢，個歡喜哦，可以看到我同鄉吳依容。所以我哋所思嗰句，唔過其實嗰度嘅故事我唔了解。係啊，都好利用一機會可以來同廣告專業一些吼來了解人嘅故事。可以，我哋可以了解一下。雖然講我哋攏喺那睇聯絡，但是可能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故說我哋冇嗰多嘅時間可以讀到啊，從出去台北讀大學。我哋出去買圖書，都生下來都繼續做工作嘅。係，我哋萬歲其實唔認識，係幾多客家電視嘅，能讀到，能讀到哦，原來兩個人都係連絡人啊。係啊，當歡喜睇可以睇，要見我哋講白票，可以讀到自家同鄉嘅人，真見個歡喜呢。係，因為連絡細細嘅地方嘛，可以睇嘅台北讀到，如果感覺哦，佢有嗰種他鄉遇故知嘅感覺。又可以聽到唔係啦睇蒼蒙古廟嘅，係喺啦睇連絡佢手機啊，其實嗰群啊，嗰群。唔係萬歲就睇連絡台嘅嚇。係，我萬歲都係，我哋不是喺啦睇屏東市嘅歸來狀，歸來啦，嗌人講歸來狀啊，我係同爸爸媽媽都衰負嘅睇歸來嘅，因為爸爸公司睇嘅屏東市，家佢要上班家佢方便，但是可能睇照顧我哋媽媽姐姐還有我，所以佢下上班佢開啊，可能都不偏冇去看好，都一類人嚴重，佢下以後冇安發他啦，所以都因拖啊都個嚴重，都冇法度好救過來。係啊，爸爸過身以後，都歸去，都交俾阿公阿婆來拖，我哋都話嚟辦歸去聯絡嘅。哦，係哪一原因？家爸爸過身幾多歲？2歲。係哦。係啊，阿姐姐4歲，滿5歲。哇，韓國細嘅事情咧。哦。爸爸都過身咧。假如等於係阿公阿婆土台嘅。係阿公阿婆土台。家下嘅成法應該係算，因為都甜甜嘛吼，唔掂嘛嘅事情啊，阿公阿婆都算過想安尼。吼，家個太爺會聽書咩？個太爺會聽書啊。以前我哋睇圖國小嘅時間，而唔知有印象冇？我哋家下圖書禮拜6嘛係我去學校嘅。哦，去半日，阿個禮拜3半日，係啊。我哋攏睇天橋嘅，同阿公聽書。好，係啊。阿家下會感覺佢辛苦嚇？冇感覺。我哋都感覺講，萬歲阿公阿婆同我哋土台，我哋傾家阿公阿婆嘛一來一路嘅，故所以我哋係要我哋年齡，我哋一天去聽書啊。係啊，睇天橋嘅插茶泡啊，冇茶泡攞聽書幫錯，啊冇攞收入嘅。係啊。好。就係會感覺感謝阿公阿婆，故所愛聽書安尼，故所愛聽書。哦，我記得我先前有訪姐姐嘅時間，有講，伊看個茶泡嘅食神，伊都抵差唔多1斤1多錢。係啊，係啊。吼，我哋嗰啲可以茶泡專家安尼。係冇唔錯。係哦。係啊，我哋會數神嘅時間嗬，最大下我先用嘅標，慢慢嚟貼上去，最淡個都最孬嘅。嗰種人真嘅都經係係一看都啲，一甜冇有甜冇。有甜。咁佢一般買茶泡牙嘅。我前係，唔係代表我前係姐姐，以為同托過好食。係咧，中國人有種雖然萬歲食嗰道茶泡，唔過我都看唔識。唔看唔識。係看唔識。哦，你都係專家。我哋都萬歲對阿公訓練出來呀。係啊。咁萬歲唔能教嘛嘅喏？我哋萬歲教嘛嘅用講真嘅咧。冇夠默嘅咧，都可能有限嘅時間嗬。天橋嘅事情攏做起嘅時間，
你同人哋都係有嘅無同嘅啊，你都可能同人哋同人強人機嘅啊，樸素呢啊，啊無你嘅乜嘢啊大貓貓，其他講大貓貓都睇見人講嘅啊，哦，你睇嘅無同教啊，係啊，啊無你見人排嘅喎，人家嗰種寫拉嘅啦，嗰時係教會嘅人哋自排嘅種嘅，啊無你沙包，丟沙包嘅。咁因為唔能錄下佢詞路係唔同，即係如果我唱歌嘅，眼尾有啲路妹，眼嚟兩個路冇睇唱歌嘅，嗰種眼尾佢唱一啲，唔能某個時節發現佢好唱歌嘅嘢。眼嚟唱歌嘅是喺萬世都佢好唱歌嘅。阿婆講，未拜路媽眼嚟，因為眼嚟做某個事情攏睇唱歌嘅，睇天橋喺度唱歌嘅，睇社會嘛唱歌嘅，睇做菜嘛唱歌，睇面天係嘛唱歌嘅。哦，係哦。係啊，嗰時。阿婆如果講衝喺衝喺度嘅使咩？衝喺度哦，而家真見到有哦。係啊，阿如講而哋形容人哋佢好唱歌嘅程度啊講，而你哦唔前會講話，你會唱歌嘅哦。哇，你話嚟形容人哋，吼，是誰就佢好，是誰都。因為人哋萬世當然都會去follow嘅流行嘅歌嘅嘛，吼。唔過我如果係彈咧，我對唱我冇乜嘅印象咧。你能好彈，就能好彈。啊，我去抄嘅歌詞，唔過冇興趣去甲唱。啊，唔家下路唱乜嘅歌誒？我哋家下都鄧麗君嘅歌誒。哦，鄧麗君小姐嘅歌。我哋都以前嘅嘅你，而家按嚟講嘅話都同人哋年紀都講出來，嘅你卡帶有冇？係啊，講嘅個太嘅個太快嘅種係啊，後生嘢完全唔可以抵嘅乜嘅東西，不是一般的小的 cassette 哦，是大一點的，慢慢嚟演。係，還有一種個太嘅個盤嘅嗰種，哦，你會去彈嗰種誒，萬世都個好音樂，都個好唱啊！我阿公阿婆其實個情況啊，因為你有7個生日嘅，我姑姑我阿叔仲佢嫁上來，有7個，有嫁我哋兩個，有叫嘅，故所以我哋嘅下上嘅方面嘅其實都唔敢講啦，因為啲阿公嘅情況，故所以唔上嘅學鋼琴啊，還是上嘅學嘛，其實都唔能。我哋攏睇就去隔壁嚟揸，我哋看人彈鋼琴。哦，啊，唔過好多人能有很好的歌喉，都唱歌嘅人咧。都睇學校嘅時間，都可能加入學校嘅，嚟參加合唱團啊，學校有嘅人風琴有冇？人哋下課嘅時間又會走去彈。唔過正經都係唱阿婆講嘅，人哋萬歲大家都會感覺唱唔到晒。真係咧，人攏會正經行上一條路，都係唔係多乜嘅時間，想講。我可能可以唱歌去賺錢。萬歲吼，真係佢會去，那有錢吼賺吼，人哋攏會走天咯。因為吼，上去同阿公阿婆吼，去分擔因個生活好按度，我存佢嘅錢吼。哦，你嗰時都想要分擔家計嘅。我哋萬歲吼，我走去嘅媽祖廟，嘅媽祖廟更加問題嘅，連絡嘅媽祖廟。然後我有一查再來嘅呢，可能有下會做一個毛豆，人哋都去種毛豆來賺錢。係啊，我賺啲錢會交俾阿婆。哇，萬歲都小童工，係啊，都去種啊，再個加個胎啊一些，都各種嘅時間，都人哋輔導課上學嘅時間，都人哋隔壁都女僕嘅嘛，女僕嘅有啲工業區，人哋都去工業區打工，係電機工廠，係啊，做嘅啲小夜班有冇？6點到10點嘅，各種嘅時間，啊，係啊，各種都去打工嘅，去打工啊，賺啲錢都分阿公阿婆。哇塞，哇，萬歲都地啊，講我同阿公阿婆。哦，你萬歲嗰啲地下室呢？嗬，係啊，即係嘛係啊，哦，很懂事啊，係啊，哦，嗰時都地下講我用嚟賺錢，加多。你做過幾多條路？唱歌嘅以前，嗰度就係哦，咪要睇春堂嘅打工過啊，當過盤子，係啊，嗰時各種嘅朋友嘅時間，阿公都講，
我年紀大嘅，我可能冇法度吼可以同你撒下來，我讀高中，還是講我讀大學，你可能都可能出家。阿公有同人講。係啊，嗰時我哋高中都半工半讀安尼。係啊，哇，下課嘅都去打工。係啊，我送過片當啊，冇都睇以前有間嘅以前有間嘅卡拉 OK 開放式嘅，我可能都睇地都會做嘅吧台嘅嘛。哦，嚟做。哇！係啊，某個度做工。哇，幾辛苦呢！係啊，冇都傳統嘅就是餐廳做服務生。好，還唔成功到創國一件事情咯，都做喺嗰度頭路。好，咁我哋聊一下個長高家己以用嚟行到創國嘅一行嘅。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係歌手主持人彭家儀，多家儀睇分享和睇創國以前，其實你都做過非常多嘅投入，我哋多聊嘅時間，而甚至還去吃過飯咧，係啊，吃過飯，女中豪傑嘛，佢如何去做呢？如何嘅下能上去同就係要存錢，係啊，存錢同阿公阿婆。盡量來分擔面咧，佢哋咧聽錯意思就聽錯意思。哇，很佩服呢。咁乜嘅時間都可以去創國嘅呢？有一班係嘛，即個個講，如伊參加比賽係如睇屏東嘅傳統嘅，因為有一些知名度嘅嘛，故所以如去駐唱係睇屏東嘅嘅下嗰度西餐廳啊、民歌餐廳，家係蠻流行嘅。係啊，好，雖然可能屏東沒某一道間哦，可能家可能一兩間，我有安尼現場駐唱嘅，不過會變那個有名，因為唔係按道間有。係啊，啊，如想講安尼。萬世對各種朋友都冇吃窮下，加我哋時常可以安尼其他有嗰度嘅機會可以見到，我嘛都好不用講，我都去傳統嘅創國嘅地方，去等伊下班啦，係啊，等伊下班，強愛食飯食東西安尼，故所以幾下今日都好伊嘅 partner 咁冇搶㗎。阿姨都冇嗌講，我上嚟教一下我安尼啊。我都講真嘅嘛，人哋崇拜講唔怕啦，伊根本嘅唱架，冇人哋聽數衝安尼啊。我講好，我今日都上去衝，我都提聽衝一首歌嘅。結果我離開時陣係條街用都講家。也係咩姐姐講，係人係咩講，而頭到中國係按好聽哦，而家有興趣出來創國嘅冇哦，係，都係你因緣巧合，都同姐姐同樣睇嘅創國嘅人嚟，係啊，咁唔加下睇做乜嘅條路？我係嘅下還唔前畢業高中，唔前畢業啊，一邊讀書一邊出來打工，係，故所以啊，我都想講，有一個可以賺錢嘅機會，啊，即個嘛對創國嗰有興趣，我都想講此刻那先，係，此刻那先。創國係咪比其他條路更好賺一些？伊係算點鐘嘅，係可能1點鐘賺嘅錢，會可能其他更好一些，係更好一些。假如唔前畢業路尋到一個算蠻理想嘅條路啊呢？但是我冇想咁多，因為我講喺度創國嘅我嚟興趣嘛，啊可以賺錢，可以多一些些嘅事業，總比下課去做，我做到過啱嘛。人家5點下課，我攞6點落去上班，我去上下到12點。我上下到12點。讀書嘅時間。係啊，人哋學校嘅教官，點解講好？一定要嗌半工半讀，故說嗌嘅下住校啊10點，人哋有門禁10點，啊一定要嗌12點人下班。伊講唔怕，伊會同我開一個小門
本来去。哇塞！哎呀，佢上来，佢上来教官谢谢。哇，很辛苦呢吼。嘿哦，古说后来你去驻唱诶，系啊，驻唱係用哪个情形啊？佢下個流行民歌餐廳，嘿，茶坊，哦，茶坊都一邊飲茶，一邊阿姆魯食飯，阿姆最主要糖果嘅啦，最主要糖果嘅，係啊，佢下唱歌嘅吼，嗰次咩喎？因為可能嘅舞台同嘅人客坐嘅位嘅吼，加個圈啦，差唔多100公尺，距離人舞台同人個圈啦，所以有一般係音響個層面都係衝起嚟吼，人客冇樸素哦，冇樸素哦，一片一座，一片一座，一片咧有樸，一座冇樸，一片咧哪個是比如嘅嘅嚟比嘅有冇？哪個來亂嚟都一條那當講卡哇伊嘅，我睇中國我嚇到，我都唔曉講嘛。卡哇伊係唔濃冇樸素，係因為冇樸素。係咪個？係你的鐵粉哦。我想講應該係，還是講伊啊？喝醉的鐵粉。冇安尼冇嘛吼，真係。哦。係啊。哇，那人家韓國後生呢，就好多呀。是差唔多19歲。可能高中畢業19歲嘛。19歲。哦。係啊。你讀到，咁安尼嘅情形，假使他把有人客在作亂，咁唔能有冇法度處理嘛？因為睇舞台紅啊。你繼續唱。要繼續唱。一邊兩邊有冇？一來一鎮定，一來一鎮定。舞台底下吼發生嘅事情，我哋嘛唔對，因為可能現場有主管可以處理啦，係啊。但是嘛，我希望講，韓國嘅朋友係大家攏係來也放鬆韓國嘅，係啊。有樸素冇樸素，其實冇一天啊，冇用按激烈嘅方式啦，吼，安尼講冇。家下嘅氣氛係用嚟，因為係咪家下其實大家嘅重點係韓國嘅，所以蠻專心在聽的，蠻專心，每日攏個專心。我哋唱嘅地方吼，每日要排隊呢，要拿號碼牌呢，生日歌哦，咩，你會講我來啊韓國嘅，因為生日太好嘅，人客要排隊排隊。我拿號碼，預約，哇！成年歌好，家下嘅盛況係安尼哦。係啊，哇！所以嗰當然，我來一間民歌餐廳啊，登我呢批嘅係，哦，所以嗰度種嘅情形發生啦。嗰時唔係唱人哋一下嘅，因為人哋一下表演，我頂上會感覺講，人哋睇跳舞嗬，也算睇唱歌嘅人，會覺得我們只是陪襯，因為睇假如係識嘢啊，冇係當嘅，唔能夠喊咩，人哋嘅喊咩，而都係重點來唱糖果嘅啊，咁會有幾種很挑剔嘅人冇？會啊，伊嘛會，伊點歌本唱，唔係家自講冇唱，伊嘛會講按伊個之間啊，講南普人哦，都係安尼熱情。熱情，還有講話個出夾，但是伊冇乜嘅懷疑啦，嚇，你哋講啊，你冇唱，你話講快死哦，耶穌歌嘅嗬，唔會唱，伊講唔會唱，咁唔會唱，要來做歌手，伊安尼出夾講咧，係啊，其他人家個後生嗬，可能玻璃心啊，有冇？有感覺有就會很難過啊。結果伊聽見伊來時，來上班嘅時，要來哦，伊買一種 CD 送本，哦，本學，伊點那個，係，伊講一種送本本學，嗰時你會感覺到其實伊冇乜嘅懷疑，伊冇乜懷疑，伊都係講法加個出夾。錯過人家下唱嘅歌係人點嘅呢？人點嘅，那唔係壓力山大，因為係冇可能乜嘅歌會如何唱啊？嗰時民意彈嘅歌嗰度，民意學嗰度先歌嘅，
忙个新歌会出来如何好？哦，系啊，随时 follow 嘅流行情系啊系啊不过也会有人点 logo 的嘛。无诶，忙个歌诶都有。哦，嘿啊咁们真嘅就係民意露台塔，我拢感觉到我即个冲个点唱机有冇？真的诶，人体点唱机。你点忙个落来冲嘛，但是冲啊都差不多冲个久以后，你会感觉到，我哋本人继续点歌诶，点歌诶，伊点忙个歌诶，你冲忙个歌诶嘛。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诶歌路啊。唔係講從每一首歌嘅路嘅歌好聽，一定有個適合嘅，有個冇適合嘅，係啊，故所以佢下你會尋到人嘅風格出來，係啊。唔感覺唔嘅風格係個唱用嘅，個好唱用嘅一個嘅。我感覺好唱，我比較喜歡那種 jazz 的東西。哦，你的聲音也蠻適合。對啊。感覺我比較屬於中低音，比較厚實一點，所以感覺好嗰種感覺慵懶嘅嘅聲音，係啊。哦，假使嘅歌嘅可以改做嘅風格，如果佢適合，係，有嘅歌嘅都唔適合咪？冇適合，但是人下係冇特別要求，我都會跳過去。但是一衝啊都，衝緊嚟可能已經衝係10公年咧。唔都點樣講？應付人下，各種嘅人下，用嚟同佢用個幽默嘅方式嚟講，哎呀，一首歌嘅冇夾個冇適合我啊，還是講佢玩笑講，哎呀，我明我存啲錢冇存喺度，嗰時候冇錢去買嘅 CD 啦。結果你數到我嘛嘅奇怪嘅要求，就一個誒。真的差太多，或者是我唔想去衝，我唔想衝啊！衝乜嘅歌用哪個歌？你有什麼印象嗎？比方說要那種 rap 的歌，你都冇法度我衝。琴家嘅歌誒，嗬，唱琴家嘅歌誒，一台 keyboard 做唔出來，做唔出來。而有嗰度誒，個複雜嘅東西。其實會彈，我會彈琴，係，佢下人哋會自彈自唱。哦，唔過唔辦事，唔過冇機會學㗎，自家去描出來。哦，自家自學，阿個有機會來唱歌欣賞安尼。哦，唔係佢是駐唱誒，如嗱佢是學。係啊。哦，準備好誒，咱出來唱誒，佢下路慢慢嚟學，慢慢嚟學。哦，係哦，嗰種唔係駐唱，係自彈自唱。自彈自唱。啊，厲害哦！啊，你拄好有咧欣賞，你冇愛講，唔想愛自家自彈自唱冇安尼啊。我講做電嘛，伊講唔曉得彈冇啦，我講我曉得啦，因為我準備好誒啊。哇，係啊！唔係某個時間佢是準備嘅。出來唱歌嘅時，佢下出來唱歌嘅時間，都同一個老師一彈愛唱，佢下我玩，但是我都想講，還是愛自家會彈較好。感覺嘅出，因為家己看起來都係很溫和嘅人，不過其實唔會做某個事情就係。隔天嘅都會去做，隔天嘅都會做。哦，感覺會出到。我隔天嘅事情我都一定，我唔會做都唔會做。我隔天嘅我都會做。係，都會個認真去做。我感覺地方還有非常多故事好分享哦。人哋聊一下，個都做嚟節目現場。非常多種來福起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的來賓係歌手主持人彭佳儀，請佳儀主創嘅一講嘅故事過多，講唔係咯？講唔係，講32啊，講唔係。因為你主唱幾久啊？係幾多年啊？幾多年？係，假使唔係唱算主唱，唔創過嘅歷程咧？唔講26年，26年，係啊，一定有非常多嘅故事。有個神奇嘅，有個神奇嘅，有個辛苦嘅，總塊都有。總塊都有，我感覺唔係從細就有幾多幾神奇又幾辛苦嘅故事。係，不過
因为头都应该小，如讲高速屯主持人咧还唔成功到哦。係啊，侬会有一个机会去到台北，去到客家天师主持客家新乐演。係啊，我買一提嘅認識咧，嘿嚇，人哋提嘅相遇嘅係啊嚇，人哋啊講哦，人哋連侬到会搶到主持？誒，佢下衝過嘅衝過橋嘅，假如你機會哦，當然啦，即係關係，故所以伊都講我到講今年以前係咩好嘅，而家行業邊係個好，阿姨你都客家天師台都來冇嚟講，佢不是開始係先有請我去衝過嘅，阿我留下咧，自從人都來冇嚟講，唔要興趣來做主持人喎。我講我幾下都想講，我可以嘛，我有一度質疑，我講。我可以試看下先，但是可以先幫我想一下冇，因為我講我都我唔會做嘅一個冇把握嘅事情，我冇準備好啊，我冇準備好，我講我想看下先，我可以接受安尼挑戰冇，結果我都答應咧，我即係嘛佢鼓勵，我，唔過伊講我都我唔會答應，伊冇想到我會答應。哦，你冇想到唔比上嘅韓國敢接受挑戰。係啊，哦，係啊，伊講嚇，唔真係答應咧，我講係啊，答應咧，我講本次嘅咧機會，挑戰看看。哦，係啊，甲主持迄團差異味，吼，係差異味，係異味講。啊，主持係乜嘅感覺？團上嘅差別過大嘛？差別過大。係哦，因為啲咧語言唔係從行語啊，主持唔係從講。從安尼睇到卡，同阿公阿婆安尼講法安尼，係真是有一個腳本，吼，我經過人融會貫通，用人嘅語言講出來，但是又唔係嘅人哋凊彩後邊亂講嘅，係啊。哦，因為人哋平常口語安尼大嘴鼓，唔會想伊啲歌嘅出來，啊，伊看到詩寫下出來，如果講到規範講，吼，如果翻譯。因為唔看到係中文，就會想講，剛好去泛舟學法都企啊。係啊，要一度退後3步。哦，不過除了語言，你睇主持嘅時間，你駐唱嘅經驗蠻多嘅，應該都唔會緊張。是唔會緊張，但是講真嘅還是會一些些啦。因為講因為人哋可能一般睇唱歌嘅攏係。直接面對嘛，面對面都係從本人談。但是我講到你到攝影棚地度嘅，你按當然睇看論，哦，有攝影機啊，有乜嘅，仲可以對論，你會講到嗰種本人討論嘅，熟嘅討論嘅，冇按詞言嘅，係啊，還是會有一些些啦。但是我真正個感覺客家新樂人，吼，本來有個機會。可以有安尼機會啊，本來從一個圈子跳到另外一個冇共用嘅學習嘅圈子，係啊。啊，唱歌嘅其實同開發出幾多冇共用嘅領域，唔見家咩睇教人唱歌嘅，教人睇。嗌媽媽係教人嘅好生嘅，你用嘅媽媽係嗌好生嘅工作，係啊，嘛係有呢啲機會，嘛係有呢啲機會，度可以嚟欣賞，都因為身體冇安好，冇法度好繼續教伊咧。加因咧嘅負責人員都來拜託我講，先生，我透過萬人吼，係我來請，啊拜託啦，一到阿公阿婆吼，因咧過後唱歌嘅，假使講係請到先生啊，因咧都冇人教伊咧唱歌嘅，啊，我都想講，唔過啊！我都想講，咁我做得嘛，我可以嘛，我尼我都俾你有俾你幫助啦，因為每逐禮拜三啊，逐禮拜六都冇法度。咁我要想到講，咁係冇人教伊咧，咁呀阿公阿婆我用嘅啊，我用，因為都冇人每禮拜三，因為都冇地方好去嘅，我想講啊，咁我每禮拜三。用2點鐘嘅時間，譬如你唱歌嘅，譬如你分享嗰度冇共用嘅行業歌嘅，安尼嘛過好啊！又可以舉起我嘅母校聯絡嘅時候，安尼好啦，我都講好。其實也算
伊咪也赚唔到钱，差唔多。其实就係做公益啦。做公益，係啊，咪係可能美國有頭擺喺阿公阿婆圖，怕美國有長輩緣。好，啊有上到迄阿公阿婆，你就會更放不下。上過啊，伊哋上好，我都想講做唔得，我唔可以喺人哋簽到，都冇人教人哋如何解散嘅，這樣我沒有辦法，我做不到。可以給長照的心態搞，搞，伊下都有蘇婆包咩？嚇，中國嘅係嘛嘅感覺？佢神奇哦，係啊，係啊，因為佢等印象誒，我感覺到禮拜六誒，因為都佢唱真嘅，佢唱學生嘅咧，係嘛？佢認真係咪？祈禱行禮先生好，佢等印象，係啊，佢等印象，係啊，因為佢認真哦。係啊，比一般的學唱歌的真正個認真，係啊，因為我哋高雄嘛有教人唱歌的，但是如果感覺到也 super 棒的真正個認真，係啊。啊，你後來攏有按個去算個積極的去參加嗰度的公益活動吼，你嘅想法係？我感覺到按樣講啊，我哋萬歲吼，可能咧，我阿公阿婆講嚟講。我做一個懂得感恩，感恩，知足的人，吼，懂得感恩知足。我阿公阿婆安尼，係啊，尤其係我阿公，因為係受日本教育，所以因為除了佢嚴謹之外，其實因為佢懂得感恩。像我阿公，因為萬位前面，佢喺日本時代教因嘅欣賞。哦，係啊。佢所以伊教我同姐姐講，我做一個第一愛感恩的人。佢所以我哋萬歲啊，雖然講爸爸過身嚟做，啊媽媽嘛讓我去住他的另外一個家庭。佢所以我同阿公阿婆，我喺幫阿公阿婆用他嘅。啊萬歲嘛，輸到嗰度沙飛鄉，我哋萬歲喺家福中心圖幫有天數我哋，印度我哋都18歲，係啊，嗰時我哋輸到嗰度人嚟照顧，啊，其他我哋係有能力，我哋可以幫忙亞沙飛鄉嗰度需要幫忙嘅人，係啊。你咪算幾好嘅理念咧，吼，就係雖然萬歲其實係按你辛苦過來，不過靠自家嘅能力，韓國人就唔係按你一般講嗰個讀書啊，吼，做嘛嘅，唔係用自家各位嘅才能，身體本身有嘅才能，去做出幾多事情安尼。係幾好嘅理念咧，可以鼓勵幾多人。希望啊，人哋盡量，嗰時人家嗰度有嗰度乃係有需要幫忙嘅，吼。假使講從長照中心，我一張年會去一擺長照中心，從我俾阿公阿婆讀，無共用嘅長照中心。係啊，啊像這些都有加入嘅癌症希望基金會，啊明年嘅年中，伊哋攏會辦一場音樂會嘛，係啊，啊我哋攏會去聽書，係，從嗰本阿姨有聽，唔同這個奇妙吼，能就好嘅事情又共用，佢好中國，啊，你感情又一次如果好呢，很密切。雖然講伊哋喺咱哋台北，喺咱哋南部，咱哋明日都會公天花，我講過叫，啊，你不是哦，明日哦，係啊，明日，根本冇打，同個日都打，係啊，我同阿老妹可能。上漲年代有上年，人哋冇大天花呢，人哋冇唱賴啊，可是也沒有常常。人哋冇錯，嗰啲大天花。我突然問到，喺個英國地旁嘅行業嘅姐嘛，人哋一直冇講，如果旁咖啡啦，你兩姊妹係暗好嘅感情，我哋感情好好，而且我哋佢有默契，我哋不是反正會搶吵嘛，買會啊，我哋買會吵事啊。係啊，但是我哋感情真係個好。即係對你有乜嘅影響啊？影響個沉默。係啊。伊嘅要求有個。伊咩個嚴嘅。伊希望做乜嘅都係衝乜嘅。哦。從其他地當過衝過嘅，做乜講也唔可以其他地當過衝過嘅，你去比拼人
甲個有也才能嘛，表示講準備好誒，咁你做乜唔睇其他啲當個倉庫誒，唔可以你家私本人嗌業主他以為咁樣付押成本，一定要人套利，要人加成，按人加成你都做出來，你做忙嘅都搶忙嘅，包括除了人專長之外，你的外在，你的準備，你的妝、你的服裝，對自家都各有要求啊，要求嗰個。你講我讀到好朋友都按人家呢。還有很多可以聊，唔過呢時間的關係，如果只有到呀咯，啊等下我能關機，我能夠繼續講。今日非常感謝你按精彩嘅分享，多謝。多謝伊用，多謝所有嘅觀眾朋友。多謝，今日下來請鄉親朋友繼續談論欣賞，好好運動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點讚，還有訂閱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